画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2句，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来国情招你研究一下共名共类的话。国情啊，你唔要教我去含人冤家上，唔是。在过去的车歌歌真艺术，一个做囡仔10月花胎，也爱人讲来啦，我送你一个高贵的礼品啦。正月讲一项，2月讲一项，3月讲一项，讲的拢无影。这个做囡仔就用礼啊，你甲听看卖。这条叫做月月安，见面讲花胎正月来，安娘起托拜，交托你，无影煞无来。花胎2月里，安娘拍手指。交托你，无影暗要死。花胎3月3，安娘芳丢衫，交托你，旧年暗甲担。哦，国情啊，你咧讲这个交托你，家己出去呢无唔对，因为这句就是咧讲礼啊。讲你要安那，就初一15，过来就放假好，到尾来就互交托去补，安尼叫做交托。这个做囡仔就真正册嘛。正月讲要送我迄个高贵的饰品金珠玉器。行前起托牌挂4、5支无影嘛，到2月讲安娘拍手指嘛，无影你甲我按要死嘛。到3月，哦，利罗芳丝高贵的布子，要做芳丢衫互我，啊，你对旧年甲我按甲担，即句按就是参详讲未来年间安怎样来完成这个条件，讲的无影，但面前甲我参详都无实施，安尼毋则讲叫做按，过来换4月，真趣味哦。花胎4月4，安娘。金手指，交托你，无影暗免你。花胎5月5，安娘芳丢裤，交托你，无影煞长路。花胎6月6，安娘金手环，交托你，无影煞失过来。4月4，讲无影暗免年，这有倒句。啊，台湾话咧讲免年，就是疑问的话句。讲啊，你做这个工课要创啥？安尼讲免年对无？到5月的时阵讲安娘芳丢裤，又搁甲我转，又搁甲我拼讲要送我高贵的布子做裤，无影啊，无影你原来唔敢来，煞长路啦。啊，到6月的时阵，哦，按讲吼要拍金手环互我，愈讲煞愈喊，结果你连人都无看，无影煞害我失恋。后壁到7月一直讲到12月，下集解文说理，咱继续来甲连续。